镜头转来到国内，花莲市清洁队昨连续发生2站粪扫车庆烟倒火意外，拢是因为民众分类无做好势，甲锂电池弹入去粪扫车内底。清洁队呼吁民众，锂电池一定要另外分类，交予清洁人员，才袂发生危险。 伫路口监视器看到一台停伫咧巷仔口的粪扫车，车后道一直清烟出来，清洁队员赶紧甲粪扫拢倒出来，消防队也赶来拍火，甲粪扫搬开，看到底是啥物在烧。那个是垃圾车的资源回收车，然后他们现场已经先将那个回收都先倒在地板上，疑似为一个串联的锂电池发生了火警，那现场有同步火调科人员初步勘查。 伫19晚8点，花莲市清洁队粪扫车伫咧经过国号23街甲国号20街路口时阵，压缩村内边突然间庆烟，火调人员初步勘查了后发现，导火原因是这2粒锂电池。我们收运资源回收物其实是有蛮大的一个危机。那锂电池只要被我们压缩车的压缩板压到，产生摩擦，爆出火花，就有可能会造成有冒出浓烟的一个状况。 另外，19下昼，吉安乡清洁队也发生粪扫车倒火，尽管是民众无甲锂电池分类，就直接等咧粪扫车。我们的电池，不管你是小型的，或是大型的，或是机械用的这个部分的一个电池以及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一个机械产品那所有的电池都必须要交由我们的清洁队员以及回收桶的这个部分。 清洁队讲，另外亲像是金纸、泡啊、硬树干啊这寡硬度易爆炸的物件，也要另外分类交予清洁队员，千万唔通直接等喺粪扫车内面，以免发生危险。公司新闻采访报道。